幾十年夫妻，還不能了解你嗎？嗱，你哋大家都話啦，我都一把年紀啦，係咪？點解可以保持得咁好咧？其實咧，即係多謝幕後功臣啊，杜先生。那你們不要看現在瑪麗姐生龍活虎的，活力滿滿。之前呢，她上樓梯都成問題啊。唉，真係咧，舊事唔好重提啦。不過嗰陣時候咧，我哋真係年輕啊嘛，為事業打拼啦。一入廠咧，起碼企成10幾20個鐘嘅喎，搞到我哋7勞8傷啊！真係俾我領略到一個説話，即係話人老咧就腳先老。而家膝頭哥啊，比天氣預告啊仲更加準啊！到嗰個時候咧，我真係體會到人一定要有一對好嘅腳，如果唔係人乜嘢都做唔到啊！係啊，嗰陣時阿杜生買咗好多鈣片俾我食㗎，不過食極都好似冇乜效咁嘅。是啊，因為當時我看到你這麼辛苦，我心急嘛。後來啊，我請教了專業人士，原來我們一直補錯了地方，鈣呢只是補硬骨頭的，氨糖才是關節特別重要的營養補給啊。人過了30歲啊，體內的氨糖啊就會加速的流失，所以啊，關節的磨損啊是不可逆的。我有很多朋友啊，就是不懂，對這些小問題啊不去理解，不去處理，最後變成了大麻煩。杜生了解咗之後，即係買咗氨糖俾我食，我已經食咗一段時間㗎啦。你記唔記得前一排我哋咪做過龍嘅？我哋行上山嗰陣啊，冇我咁快啊！如果我周圍去，我膝頭哥冇再發我脾氣啦。現在能跑能跳，比什麼都強。